一幫國把春圖書11第9節按樣講設家啲，嗱，隆重當然戰爭按將催你的設家後生之事，意思咪嗱隆重人也要後生，識後生個，嗱，這個後生之事啦，就係設家最強嘅日子，最強嘅時代，最威風嘅時代，向小催設家後生之事，一個。建設講家啲，做隆重一心裏的你愛嘅，享受隆重一次你歡喜嘅，但係要記得嘅講，隆重一切即刻做出嘅，即刻係負責任喺上帝嘅面前。意思嚟講咪，即刻搶後生，就即刻攞一下，即刻喺社經你喺度，隆重一切即刻做嘅，就你心裏愛嘅，隆重你享受嘅，愛注意。因為到隆重即刻做，要計負責任俾上帝，做好也好，做唔好也好，要負責任。當然即刻要做到好嚟咯，然後即刻喺上帝嘅面前，即刻負責任，即刻唔會定甩到，即刻得到要錯，唔會得到處罰。嗱，一個春圖書12、13節一樣人講即刻啲隆重熱切呀，最尾啊，即刻出嚟要熱心尊重上帝。尊服上帝，順服一個命令，因為到連每個人都各晒負責任，所以即刻愛做到對你三倍你行到，日後即刻喺上帝嘅面前，即刻唔會定甩到得到處罰，人班人做到對啦，隆重做到好嘅來，係咪啦？阿門。